仲要駁嘴，冇咗你個創作嘅空間同自由咯，你就係一個工具。我覺得一個地方一個城市，如果佢冇自己嘅文，冇自己嘅電影咧，其實幾好。雖然好多人話香港電影而家話香港電影冇啦，或者有啲淨話香港電影死咗點啦，喺我自己覺得點會死啫？仲有一部電影都要有。大家唔好放棄。我成日強調作者有責任，對個社會對時代。係你要跟住時代去走，但係電影成個 feel，電影嘅世界冇走。